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市府有计要拍通东宁路428巷二弄这条8米道路，不过不但牵涉到私人土地，更有空地被居民家己划设作为私人停车场。对此，议会公务委员会邀集督发甲公务单位到场会勘，要求市府赶紧征收开辟，并且将周边的道路一并纳入规划。本来这都是路可以通的啦，围起来了。那居民反正本来有告到法院去的，我出来帮他们调解，最后才撤告。撤告他还是不拆啊。那既然我们政府这些里长啊，当地的里长。还有陆美琪议员、曾培雅议员，大家我们东区的议员都很关心这个事情希望尽速把这个道路在明年度编入预算打通，EC 22、EC 23 6米道路能够一起能够一并打通，那能够符合这里居民的一个期待，那开这条路才有意义。对此，公务局表示，这条长120公尺的8米道路，土地征收加上工程费，有够需要5700万的经费。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位伫东宁路201巷到林森路2段之间的凯旋路只有4米宽，敢若有机车会当通行。为着疏解附近的车流量，市府预计要拓宽到15米宽。不过路的一边是设立网球场，一边是后甲高中的篮球场。家长烦恼学生的活动空间，会因为道路拓宽来受到限制，所以提出反对的意见。对此，议会公务委员会邀集市府单位到场会勘，并且甲教育局以及学生家长进行沟通。希望我们相关单位市政府能够想出一个办法，能跟那个学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还有他们家长会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听说那个东兴路一个围墙那个公园跟那个我们的公务局也可以洽谈，那能够取得面积如果过大就把这个篮球场移过那里。但是最主要要尊重学校要尊重学校，因为学校他们如果家长会让你反弹这么大，我们做一个民意代表的希望能够创造双赢路可以通又不影响那孩子的受教，甚至他们运动的权利这是一个最好。200公尺的道路拓宽经费有够需要4800万，徛伫居民的角度，希望尽速拓宽以疏解车潮。但校方并无希望牺牲掉学生的活动空间，希望再找其他的替代方案。对此，公务委员会要求市府爱多方面进行协调甲沟通。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那主要是日前，行政院统令全国公家机关，伫每一天下晡1点到3点，袂当开冷气，目的就是要省电。虽然伫8月9号就实施解禁，不过却规定室内温度必须维持伫28度以上。对此，议会国民党团批评中央政府的做法，根本就是在虐待公务人员。用电不够，要求大家关冷气。坦白讲，我们台南市的公务单位没有得到赖清德赖市长的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我们台南市公务单位热了3天，天数听起来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要检讨的不是光3天公务人员受苦，来洽公的民众跟着可能要忍受因为高温的中午关冷气产生的情绪问题，甚至身体健康的问题而已。我们今天要提醒台南市政府的，以及检讨中央政府的，是你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蛙哥一个没有作为的政府，让百姓没有愿景，没有希望。尤其是公务人员，今天限电是我们公务单位来限电，未来是不是企业
生产线也要限电。那我们整个台湾的经济到底怎么办？这个才是重点。你今天叫我们不要吹冷气，习惯了可以活下去，但生产线没有电，生产不了，没有竞争力，台湾还有希望有愿景。今天不用核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可以用什么发电？针对中央这零新电的措施，国民党团认为，既然台南有计要打造一座力联科学城，那安尼未来就应该针对用电的问题来提出应应对策。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这里在南天宫地府千岁圣诞平安宴，9号下暗盛大热烈举办。因为庙方形势正派，而且广结善缘，所以有一友宫交背景拢真义相挺，也互12殿南天宫所举办的平安宴办到大开120桌。以欢喜的心情，邀请众善心大德、各友宫交背景做伙热烈庆祝。12殿南天宫的主委吴顺德伫台顶也非常谦虚来感谢所有参与12殿南天宫地府千岁圣诞的信众，也带领着庙内所有的委员、干事，向大家举杯致意，来表达感恩的心情。管理会全体在董事所有委员大家一道团结一致共同为着地方新明生的庆典为着庄头人和兴旺、增温昌隆，安尼一日一月一年。安尼共同合作，共同来带动珍贵，会当互咱即个珍贵代代延续，互咱的香火会当一代一代搁来延续着。这是咱插庙师咱在座足侪的前辈，足侪各有种交背景，这就是咱有信仰，所以咱才会来插庙师。有信仰来插庙师，咱较好度去了解着咱的祖先、咱的神明，伫咱的庄头开始到今，咱就是一代一代，不管社会安怎多变多元化，咱一本初衷，咱就是出世就咱的大庙，咱的神明，咱的守护神，咱无任何其他的复杂的想法，足单纯。咱家己的庄头、家己的神明，咱家己来维护，互咱的代代子孙、咱的户民，搬来庄内的这个居民，大家会当共款安尼和谐，安尼社会相和，地方会当安尼和谐发展。现场也来了一些贵宾，包括当年关心12殿南天宫庙师、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的主任徐耿修、安南区区长甘新奇、市员陈义珍、市员李中庆等等的贵宾，共同庆祝地府千岁圣诞千秋。南天宫来庆祝咱的地府千岁圣诞千秋非常感谢咱庙林咱的。顺利兄的邀请所以我下晡赶回来，会当在伫这个现场看到真侪好朋友，感受到咱南部的热情非常欢喜今仔日的借这机会来祈求咱地府千岁呢，来伊法律普照，咱照顾到咱所有今日来参加众善信家庭美满，万事如意，一切幸福平安。当年来咱地府千岁真正是神威显赫神光普照，当讲甲大家先贤大德加持，互咱家庭幸福美满、平安顺利，
大家当事业顺利发展。今仔日在厝伫遮恭祝咱南天宫、伫店南天宫会当成为香火鼎盛咱会当敬运昌隆，会当祈求咱的地府千岁甲地府尊神来保庇吼咱众先神大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12殿南天宫地府千岁圣诞平安宴现场活动相当热烈，庙方特别邀请济台湾局细说台湾的演员亲自到现场演唱，吸引济民众围观。同时，12殿南天宫也大手笔，伫咧现场放了10分钟的高空烟火，将黑暗的天顶照甲灿烂白人。最后，平安宴的野组后事是由出身在地，伫咧12殿南天宫送工程服务，而且成功挑战过超级红人榜20冠的歌手高家群，献唱好听的歌曲。高家群除了展现迷人的歌喉，台风也相当的稳。伊表示会当伫咧超级红人榜连过20关，这拢爱感谢12殿南天宫地府千岁的保庇。12殿南天宫地府千岁平安宴也伫咧好听的歌声当中画下圆满的句点。等新闻综合报道。虽然今年10月4号才要过中秋，不过各大饭店甲餐业者拢陆续推出月饼来抢市。当然，包装嘛是互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其中，大日子酒店就用今年精品品牌上流行的纳色为主，搭配兰花优雅，凸显现代流行的设计，相当引人注目。而且今年月饼发表佮首次搭配model 走秀，大大加分。爱丽丝酒店隆重推出燕月中秋月饼礼盒，model身着秋冬宝蓝色蓝礼服，展示这次月饼礼盒。盒面以时尚新波兰为发想，搭配木兰花的优雅，展现出品牌现代感的华丽设计，为今年的中秋带入一股时尚品味。今年呢，我们月饼礼盒的设计呢，除了承袭以往的比较时尚的风格呢，我们将星空蓝融入到今年的盒子元素，搭配我们木兰花的设计，整个非常高雅的时尚。那另外呢，在月饼的口味，我们今天有8种。那除了说传统一些乳酪、古早味以外呢，我们把台南土凤梨啊、芒果啊、柿子这些元素都放进来了。那也不止呢，设计甜的口味，我们还有像 cheese 金沙这样子比较带咸的口味，让客人吃的不会太油腻。然后除了8种月饼以外呢，我们也配合了茶包，让客人能够享受月饼之余呢，能够注意到健康。根据了解，每一档该饭店所推出的月饼礼盒，拢是真紧的卖完，而且今年预计1万客，同款是8种创新的月饼口味加4个地包，重点是介绍维持不变。所有兴趣的朋友想要预定的动作大紧。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林北爱的镜头包括阿妈滚、意下甲街边，会当望到持续真大的林北节。但如果出现不明原因发烧，可当减轻，上好爱找专科医师检查，甲良性的感染做区分，并做切片检查，才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淋巴癌呢，它是就是我们的淋巴球啊不正常的增生导致的癌症。它在一般常见的症状，包括说淋巴结肿大啊、肝脾肿大，或是病人常常合并发烧、体重减轻或是盗汗的状况。就是在一些容易触摸得到的地方，包括说颈部、腋下或是属膝部，但是我们常必须跟一般良性的病毒感染做一个区分了。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可能要找专业的医师做咨询。虽然淋巴癌致病原因并无清楚，不过拢甲淋巴细胞无正常增生有关系。除了化学、标靶甲放射线治疗，针对高复发风险病患，也当考虑自体，或者是用别人的干细胞移植，降低复发几率。新北病院血液肿瘤科医师徐雅婷表示，淋巴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不过也是有不少的患者对着治疗反应袂歹，有机会会当治好。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开市区，驱车来到六甲，放眼望去皆是青绿的稻田，自然风光就是这里的生活风格。县市合并之后，台南市拥有全国最大的耕地面积，而农民的所需始终是市府的关心。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水路，在过去未改善以前，田间农路宽度狭小，仅2.5至3公尺，且为泥土路，常年使用后出现坑洞凹凸不平，每逢下雨泥泞，非常不利车辆行驶。一旁的排水路也常是土沟，既不易排水，又容易淤积。大雨来时常出现久久不退的淹水情况，常年困扰农民，不利于现代农业的经营。未农水路未改善的时，路细条，你关机，你若到街所在，迄路水沟吼落雨，就盘水去，就挂落，就徛正徛。所以有当时呢，像这个落雨天，这修成哦，来个冰车啦，迄冰车毋是，即摆车线倒应该是车包的。冰车一定系无多，即摆若像这个车线倒冰车，你袂得赔，袂当赔，所以迄危险加麻烦。为了翻转这样的情况，市府展开农水路更新改善工程。农路除了拓宽，也改为铺设柏油，让路面平坦以利通行。排水路则更新成混凝土 U 型沟。施作过程中，以减少影响农民耕作面积，以及不伤害已种植的农作物为准则，完成后提高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也间接增加道路使用宽度。另外，设置水泥板桥，增进大型机具进出稻田的方便性。在部分道路交接路口一并设置反光导标，提升农路的行车安全。这些不断累积而来的丰硕成果，也来自市府编列大笔预算的支持。咱台南市政府的预算拢无计较啊，所以你想看卖哦，台南市政府伫6年的中间，用伫农路中划啦，这个农地中划区农水路更新，中央含地方加起来10几亿呢，17亿呢，它才17亿，中央含地方加起来17亿啊！台南市政府的钱佫出比中央较济，你著看知影讲台南市政府的诚意付出时间与心力，市政府自县市合并以来更新的农路超过1500条，总长度达51万公尺以上，相当于国道中山高速公路的1.5倍。更新的水路则有22万公尺，具有显著的效益。5、6月份是农民欢乐的日子，农水路经改善之后，稻作的产量增加，也减少休耕面积。即使烈日，收割稻米的忙碌身影已然富足。农水路更新之于农民的意义，不只是活络产业，更糅合在地文化，促进观光，大大提升农村的生活环境。沿过迄个水路是每型的，所以顶面较宽，所以料有型的来吼，迄顶面较宽，你甲这项，以前几公分啦，所以50公分8公尺，路分落宽，来普通甲水路来用，农路来用，交通就像这天，即摆咧挂车机也大台，车也嘛大台。拢无问题。农民客厅食饭，伊的田就是伊的命，伊的大个所在就是伊本啊。伊早是连这命甲本吼，已经拢做无保障的啊。今年伫这6、7年，我就讲以阮的咧，伫后壁区树园里这个咧，完全冇做过水灾，但是农民讲非常的欢喜，讲做对了事啦。拄啊做到即个农水路上，红感觉是上无看到的所在，但是是阮上自然、上感受会到的所在。在这项工程里，市府也秉持生态工法，在农水路旁种植行道树，
带来景观绿意，更有调节空气的深意。在探头往排水路里一看，即有生态孔的设置，具有涵养地下水的功能，落实环境友善。尽管台南市的农水路更新，一如农民的努力耕耘，而有了丰厚的收成。然而市府不因此懈怠，现今仍有多处工程持续进行，这属于农民的幸福提案。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